真係抵到爛，240平方，5房5衛，總價500萬。珠海華發嘅第4代住宅，120%得房率嘅豪宅嚇。你睇前後無遮擋，河景、海景，仲有山景嚇。初層嘅設計，哇！呢啲光線非常之光猛。20平方嘅陽台，大家喜唔喜歡呢？我哋嚟到客廳睇下先。三面採光嘅客廳，客廳開間8米闊，哇！全屋精裝修，包括中央空調。我而家專登關咗啲燈俾大家睇下，光線都係非常充足嘅。廚房裏邊西門子嘅4件套電器贈送俾業主嘅。然之後中央島台出邊就係入戶玄關，從入門口介紹下先，2梯2戶。然之後門外邊贈送咗8個平方米嘅私人空間。好，再嚟到呢，就係我哋嘅儲物櫃位置，左右兩邊都係儲物櫃。然之後入戶玄關嘅右手邊公主房、兒童房，仲有保姆房。左手邊客房、書房，仲有主人房，非常之哇塞。小區設有4000平方嘅業主會所、游泳池、健身房、會客室等等，都係珠海嘅天花板級別。主人房帶有獨立嘅化妝間、衣帽間，仲有裏邊浴缸嘅位置。小區去到深圳，仲有香港，只需要30分鐘嘅車程。去到香洲主城區5分鐘，家門口仲有輕軌站，30分鐘就可以到達廣州南站。